阿茲海默症一向被認為係不治之症，相信有唔少長者聽到都會怕怕。最新嘅研究指出，如果補充一種微量元素，有機會可以醫治阿茲海默症。咁有咩食物含有呢種微量元素呢？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 Mice Talk。嚟咗呢一種嘅金屬元素，相信大家都聽過。佢唔知適用於裝置喺手機啦、手提電腦、電動車呢嘅電池裏面。咁原來鋰本身對人體都有充電嘅作用㗎。只要加入喺汽水裏面就會令人飲得開心啲。而本身佢一直都廣泛用喺情緒藥物方面。近期有研究就指出啦，佢有望成為醫治阿茲海默症嘅新寵兒。咁醫學期刊《自然》喺上個月就刊登咗一篇關於缺乏鋰會有機會增加患上阿茲海默症嘅醫學研究報告。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花咗10年時間進行研究。咁研究團隊喺冇認知障礙、患有輕度嘅認知障礙同埋患有阿茲海默症嘅患者裏面喺佢哋嘅腦部同埋血液一共係檢測咗27種嘅金屬元素。結果顯示有輕度認知障礙同埋阿茲海默症嘅長者佢哋大腦嘅前額葉皮質裏面鋰嘅含量係有顯著低水平㗎。咁但係血清素裏面鋰嘅濃度就冇同步下降。咁即係顯示腦裏面鋰含度出現咗調節失衡嘅情況。過去有研究指出，阿茲海默症嘅其中一個特徵就係 beta 澱粉樣蛋白累積喺大腦裏面形成斑塊，會損害神經，導致認知功能下降。而今次研究人員就發現鋰呢種嘅金屬元素係會被 beta 澱粉樣蛋白嘅斑塊鎖住，咁就會令到大腦用唔到呢一種嘅元素，加速咗腦退化嘅情況。之後研究團隊再喺白老鼠身上再做實驗，咁為佢哋食低含量鋰嘅飲食，就發現呢啲老鼠大腦裏面嗰個嘅鋰嘅濃度就會減少咗1半，咁佢哋嘅代謝性斑塊就大量咁沉積，咁仲發現出現有發炎嘅情況，又發現呢啲老鼠無論佢哋喺學習能力或者係記憶力方面都出現快速衰退。之後研究人員再喺老鼠身上補充乳清酸鋰，呢種嘅鋰化合物唔容易俾 beta 澱粉樣蛋白鎖住，補充到一個嘅正常生理濃度。結果發現無論係餵食低含量鋰嘅飲食嘅老鼠定係正常老化嘅老鼠佢哋腦裏面嘅斑塊都係明顯咁數量減少，而佢哋嘅學習能力同埋記憶力都出現改善。研究團隊就話只要用非常低劑量嘅乳清酸鋰，就能夠對醫治阿茲海默症產生顯著嘅效果。咁對未來早期篩查阿茲海默症同埋醫治係帶嚟新嘅契機。不過團隊亦都話而家呢個研究仲未喺人體進行臨床嘅試驗。咁亦都指出其實鋰呢類嘅營養素同其他營養素一樣，可以喺大自然環境裏面揾到，咁唔需要透過藥物去攝取㗎。其實日常嘅天然食物都提供足夠嘅鋰，例如係深綠色嘅蔬菜、堅果、黃豆、雞蛋、魚、生果，好似係蘋果、提子同埋香蕉，即使係飲用水都含有呢一種嘅營養素。只要適量咁攝取就可以為大腦充電啦。好啦，今集先講到嚟呢度，歡迎大家可以撳 like、comment 同 share， 可以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s。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